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、以赛亚书60章第8节到16节、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万国敬拜。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曾经因为圣殿前的摊贩而大怒。当他洁净圣殿之后，他就说：你们岂不知道我父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？你们却让它成了贼窝。这殿是万民祷告的殿。当这些摊位都是摆在这个外邦人院，他们不但占据了圣殿的空间，大做压榨人的生意，更是严重的将这个外邦人院占据，然后使外邦人无处可以祷告敬拜上帝了。以赛亚书60章第8节到16节先知这样说道：那些像云飞来，像鸽子回巢的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从远方岛屿回来的商船，带着上帝的子民还乡。他们带来金银，奉献给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为他使万国敬重他的子民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说：外族人要替你造城墙，他们的国王要服侍你。我曾在发怒的时候惩罚你，但我现在要赐给你恩惠慈爱。你的城门要日夜敞开，好使列国君王来进贡财宝。不服侍你的民族都要灭亡，他的国家要完全荒废。黎巴嫩树林中最好的木料，松木、柏木、黄杨木都要被运来重建耶路撒冷，使我的圣殿美轮美奂，使我的圣城富丽堂皇。压迫过你的人的子孙要向你屈身，所有藐视过你的人都要向你下拜。他们要称你为上主的城，称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锡安城。你不再被遗弃，被憎恨，不再是人烟绝迹的城。我要使你壮丽雄伟，成为永远快乐的地方。万国要来照顾你，列王要像母亲来抚养你。那时你就知道我是拯救你的上主，我是以色列全人的救赎者。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也是代表以色列民族上帝施恩将他们领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应许让许多的外邦的国王国家来进贡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，他的读者呢是一位外邦的官员，称为菲罗的大人。圣经的音译翻译为提阿诺菲罗大人。这福音明白的就是要将福音呢介绍给外邦人，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工作，就如同大使命所交代我们基督徒的，使万民借着奉父子圣名的来帮助他们洗礼，可以来敬拜上帝，与上帝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，提阿菲罗阁下已经有好些人从事写作，
报道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事。他们的报道是根据那一些从开始就亲眼看见这些事，并且曾经传播这信息的人所叙述的。这一切我都从头仔细查考过，所以我想按照次序来向你报告，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所学的道是正确的。这福音就是路加收集的第一手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以及收集各种资料编辑而成，目的就是要将这个上帝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给外邦，让10万人呢能够来敬拜主。诗篇46篇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随时的帮助。因此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惶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在那城，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赎就要临到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他折弓断枪，用火烧毒白。他说他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。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满心感谢上帝的赐福，使我们能够得到福音，能够得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但不排斥他人，不拒绝他人，更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向不认识基督的人传扬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